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據每日鏡報獨家消息，哥迪奧拿將會拒絕國際邁阿密嘅豐厚邀請。佢計劃要放長假，係冇意思去美國教波嘅。碧咸作為國際邁阿密嘅班主，一直都將哥迪奧拿視為接替馬斯卓蘭奴嘅頭號人選。馬斯卓蘭奴上個月離任之後，碧咸同球會高層一直未決定邊個擔任新主帥，佢哋靜觀其變，希望能夠說服哥迪奧拿去美國教波。如果真係能夠說服哥迪奧拿去國際邁阿密，佢將會同美斯再次合作。之前兩人曾經喺巴塞隆拿共事過，而且哥迪奧拿嘅加盟將會大大提升國際邁阿密嘅商業吸引力。不過哥迪奧拿已經明確表態，碧咸嘅游說最終係會白費心機。曼城之前已經宣布過，哥迪奧拿會喺賽季結束之後離隊，結束長達10年嘅曼城執教生涯。而家佢決定暫時離開球壇，除咗陪家人之餘，亦要休息同調整狀態。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